我係根本同鄉下做氣功運動嘅概念咯。佢根本呢特別邀請到俺嘅師傅古華明先生，同俺呢鄉下來做運動哦。佢呢愛做運動以前呢，俺先來做暖身運動。好，佢開始呢，俺啲頭氣開始，手呢變到一個都是蛋糕，腳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感覺都是啱啱嘅，用最頭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等好，再過來100，腳氣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頭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前面10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頭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等好，撒下來應該數字呢，而且呢運動，一開始呢手先打開來，我動用力，安尼打開來，再過來用力，安尼捉起來，打開來，捉起來。然後做20擺哦，我動用力，安尼撐起來，準備開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明唔明啊？休息一下。好，佢撒下來呢，俺來做7條嘅伸展嘅部分，一腳先高起來，安尼後尾一腳翹下來，再翹，結帶就結帶。因為等下我做動作有關7條嘅動作，先小弄一下，記得腳氣、頭氣。喺個冇辦法嘅人，要做嚟不用等，好，要做嚟人就。安尼翹起來，完片，重新一啲後尾嘅腳，然後係來年嘅腳嘅筋壓片，腳氣，頭氣，好。前面呢，變到我右順風，按右片，出去，唔好變過來哦，要平嘅，進來，往平向樣去，平嘅出去，唔好變來變去，轉來。好，而家呢就係應該暖身運動了，佢撒下呢就停停向下來做氣功運動了。佢今日呢我搞太自家嘅氣功呢，運到拍打功哦，拍打功呢作為讓身體唔好嘅東西呢撲出去哦。佢一下呢，而且開始啲頭呢開始來撲哦，一開始呢我嘅手指頭呢不用輕鬆，好，不用讓人頭呢蛋糕，頭呢個位數呢出，乜個位數慢耐都做得跑，就做得像安尼數字，像安尼，像鴉片呢要做得向下來拍打，安尼有數字嘅部分，咪有數8種嘅部分，數8種沒做得，頭那個部分慢耐，像誒跑耐就跑耐都做得哦。好，佢也呢係拍打嘅部分，也呢按來10條那麼，10條那麼呢用數字就像人嘅10咁樣，就像安尼，啲頭前到後背，頭前到後背時用人嘅數字嘅指腹，好安尼，天天的按摩人嘅頭啦，也就係10條那麼嘅部分咯，好，頭那個部分呢就係安尼哦，佢撒下來呢應該來。搓臉、搓面嘅時間數合起來，緊搓，感覺到動手嘅時間夾夾，壓到面蛋糕，
幫佢咧，安尼係面啲人嘅面，捏個樣咧，嘅面啲條拿全部都做得描一擺哦。好，然後就喺條拿模還有面嘅部分，跟然後咧用腳下來做20遍，安尼數字20擺，安尼碰20擺，10條拿模20擺面，錯啊，20擺哦。好，準備好就來開始了。一開始數10個數字條嘅部分，來1、2、3、4、5，哪裡都做得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然後咧用樸數嘅1、2、3，慢哪裡都做得5。將近一系列沒做得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三人係10條拿模，啲條前10後背1、2、3、4、5，慢哪路做得6、7。我用我的指腹壓到我的頭皮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佢三下來呢，我來側面來數，壓到少少。好，夾夾邊個面好？1、2。上喺講次冇少，再過嚟搓一下4、5、6、7、8，慢哪路做得條拿尾做得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當好也就係條拿嘅部分。佢三下來呢，應該拍打咁我教嘅呢，就係人嘅肩條。佢肩條呢，較難一些些。先開始腳，拔過來，先唔好加速，先練習人嘅肩條。肩條係1啲條條，背囊做得一些些嘅下來，用人嘅腰骨1，腰骨帶點2，唔係人嘅肩條停到，係腰骨3。4，有感受到我數已經自己會停痛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做到呢件呢腳骨踭落去時時唔好把按開，然後呢加上我嘅數變過來嘅時間打一下，好，用我嘅葉片打我嘅肩條，安尼打。唔過唔係人嘅數自己上來，唔係哦，唔係自己安尼，係因為人嘅腰骨跌過來，腰骨用力跌過來，將自己來打安尼，唔係自己上來，也係同重要嘅，係個冇辦法做得到嘅人就冇加數，就先用腰骨練習，練習到人嘅數會自己安尼停痛過後呢，人嘅數將上來。鼓手係我過來轉來嘅時間打，過來轉來嘅時間打。好，咁然後呢，天天嘅來做一下，葉片開始準備來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也係頭前嘅部分嘅後背呢。因為係過來過後，一數係唔係就過來，就自己帶下後背，1、2就後背呢，咪做嚟我記得我帶到，嚇。韓國人人嘅數把種係啲我背，係愛人，鼓手係冇夠用，也係數把種，用到人嘅肩條，一看難一些些，係個冇辦法嘅嘢，做嚟鼓一下，嚇。人家有個做嚟向前一些些。你做嘅時間就會較簡單，好。跟人先來簡單嘅部分開始，鼓一些些，腳掌差唔多，腳臂差唔多
肩头发一丝丝嘅，好，准备下來做1、2、3、4，還會記得啊？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好。佢地方卡嘅時間呢，你做嚟做30擺、50擺，佢一下呢會看難一些些，然後腳企起來，身體唔好安尼向前，好，就安尼企定做看難一些些，唔過你向下天起來做，好，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好，真是冇辦法做得哭一下就起了，哭一下就起了，唔好緊哭的，哭一下就起了。按照你天天嘅練習先哭的，再過來哭一下起了，再過來起的，做記得要係你嘅腰骨，你過來唔係人嘅手，安尼就冇好了呀。好，嘅前面呢，你就起的來做20擺就好了呀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手骨有些痛啊，記得fin啊，好。嗰時呢，也就係頭啦，還有肩頭嘅拍打功，大家呢都好幫忙啊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大家來休息一下，來飲下水哦。接下來呢，我教大家嘅氣功呢，按到拍打兩臂，挨手臂。也呢看難一些些，我先來小結一下，好，5為一個單位，不過你用班5個就係一個單位。故事呢，1啲呀，2啲呀，3啲呀，4、5，好，故事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5個一個單位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變過來1，加個位數變過來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較複雜一些些，故事你做嘢嘅時候數聽出來傳出去，好，來1鴉片，2你要打到鴉片，好，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，變過來，1數背，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做得冇？完片沒有用，來，1、2、3、4、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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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較慢一些，迄個人做較夾掉一些，大家就做啲甜點，人來做較夾掉嘅版本咯。準備人來做10組，好，來夾掉位哦。準備 ready go， 1、2、3、4、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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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4、5，前面3、4、5， 1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。大家按做得好啊，好，一下下來完片，大家再想一下，要順序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5個為一個單位，4、5。1、3、4、5，準備好慢哦，我較夾掉位哦，準備來數先夾出來，好，準備啊 ，ready go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仲得輪到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3、
四五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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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五，還忙到一二三四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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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飛飛啊，打到風風錯冇，也係打穴道嘅部分咯。然後就係手臂嘅穴道呢，打起來呢，所以刺激人嘅穴道哦。好，佢三下呢係捧人嘅胸脯，體內呢係啲壓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小腹嘅壓片，5、15就係會大下，嗰種1、2都是小腹。係會，而家打嘅時間呢，我記得我用力嘅喝出去，好，先吸氣，打嘅時間喝，我動態上哦，好，我硬要躺喺度，站到嚟哦，好，對，準備好，來，預備走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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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一擺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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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人家嘅手呢，唔是安尼動用力就輕鬆，人家手指就輕鬆撲下去，撲下去嘅時，係因為撲嘅關係，人家氣出去，唔係硬我嘅hand安尼，大家去聽，所以記得也在眼裏哦，嗬，係因為打人家氣出去，也就係胸脯嘅部分，嘅三下呢係肚臍嘅部分。肚臍呢，太似個聽錯，我記得打人家肚臍嘅時候，聽錯一啲人家肚臍蛋糕，總唔得打到睇下部，因為什麼人動到子宮嘛，該都啲下部，係講打太力是動痛嘅事情。我記得我大概微手呢，聽錯一啲肚臍上面嘅地方，就咁樣打下去，打下去，打下去，強用打出去嘅時間，因為你打下去，你嘅氣就會照出去，跟一下來做失敗。好，準備，開始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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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6、7、8、9、10，等好，就係容易。其實做嘅時間呢，用人嘅肚臍嘅氣安尼喊出去，然後就會碰人嘅肚臍嘅部分咯。好，睇住個行機咧加下教講嘅嘛，再過嚟複習一下，也手臂呢嚟失敗。好，左片右片，也胸脯呢，人哋沒有做失敗，嘅前面呢肚臍嘅部分呢，按容易係100，總共嚟做失敗。好，準備好嗎？首先存注意，準備來，1、2、3、4、5，係個唔記得再向下嚟，數拍子3、4、5，1、2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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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、4、5，等我，1、2、3、4、5。1、3、4，還有啊，1、2、3、4、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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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100，1、2、3、4、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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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平平啊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再過來呢，溫數，純屬於數把種的蛋糕。一開始就會啲蛋糕，好，來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，啊，大家可以記得一破數嘅時間，數聽出去傳出，像人打那個鈴鼓啊，重點呢，聽出去傳出1、2、3、4、5，啊，你要記得哦，好，再過來100，別走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變過來，2、3、4、5。3、4、5，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3、4、5，還有200，1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前面100，1、3、4、5，1、3、4、5，等好，
非常嘅顯出嚟，人家都識去跑到我背去哦。好，準備來，開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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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當好，佢三人呢係前面咧都市嘅部分，我做18一樣係100哦，好。大概是聽錯幾多，絕對中的睇下背啊，哈，嗰啲都幾單個嘅部分，落來準備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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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當好。因為打太厲害，太較痛嘅，都是有些痛，故所以一下數打開來。當哥，聽聽呢，下起來下也嘅都市，還記得人嘅肩條，安尼離肩，記得腳起，頭起，腳起。頭起，安尼人緊又緊上來，有人來定也背儂嘢。2、3、4，天天上來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而家呢就係基本嘅派打工、手臂、都是胸脯嘅部分，睇住個地方看呢做嘅大戰呢破28哦。好，嘅基本嘅呢，人嘅運動就到入邊了，走來了。